囡仔拢无问起三地夫啊哈。18年来，大开宝川也已经再嫁，你甲我点去！我即嘛是真正有影咧受气啊！我是气啊，敢要死啊！二哥，敢讲伊？好，我贫大哥甲你讲较济啦。这哦，你家己摕去看啦。你是有搞怪呢？啊！我安尼问你一步，你安尼唔老实甲我讲，啊？哎呦，啊当应该讲的我都拢甲你讲了啊，你还搁要叫我老实讲，你哟实在足贪心的呢。你有搞怪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今日啊，阮王爷若转来吼，唔会再看你家大伊的面头前啊，一支嘴嘟嘟顺顺。哎呀，就是恁王爷公转来吼，我共款哪这落样想啦。你要甲你修理？王爷回府。我将靠近太师。回禀秦王，我将这个老汉人已经带转来等你真久啊。你是中原的人，是啊，你捌五国龙主？这是啊，阮太秦王咧问你，你无听是？啊，听是有听的啦，是讲哦，伊问甲足奇怪的，所以我唔知要安怎甲伊回话。哎呀，你家住在阮太秦王的面头前放肆，你马达，在。阮就问你的话，有啥物奇怪？哎呀，王爷公啊，我是一个乞食人呢。你问我讲敢捌恁龙主，敢讲这无奇怪？一个乞食要哪有随便去捌龙主？你是乞食？是啊，你看，这我的家石头啊，这吼就是我做乞食的转食碗。安尼，你来西凉做啥物？啊，代志是安尼啦，我就安尼四界伫咧流浪吼，也无固定的所在啊嘛，就真拄啊好去撞到一寡迄落咧买批货的大爷吼，因足好心的哩，逐工拢食剩的饭菜拢互我啦，你都知乞食人若有通这巴肚饱吼，就家己綴啊你，行到遐就甲綴遐，3綴4綴，毋知会綴到西凉来。哼，一个到西凉吼，遐大爷各人行各路，人去做因的生意啦。我总嘛免去囥咧，互伊饿肚咧，毋则会去街仔路共分。那安尼，你探听阮龙主的姓名，目的是啥物？这哪有啥物目的啦？就听讲伊是汉人吼，所以毋则好奇啦，好奇，随便问问的安尼。若要一定讲有啥物目的吼，就是安尼啦。我想讲要甲迄个卖古董的迄个小贩啊吼，安尼小可甲伊加讲几句话，讨淡薄仔交情，希望看伊会分我淡薄仔钱，互我来安尼啦。为着惊四平贵倒回转去中原，我确实在道义太济了。这个乞食，免来甲龙主有啥物牵连呢？回禀太秦王，这个哦太搞怪了，你要，咱倒说，摕2两银手的，送伊出府。你又讲阮了哎？下去。是。多谢王爷公，多谢王爷公啊！注意啊！
什么人还阁唔出来？出来就出来嘛！是二哥，哼，龙子，你好吼。二哥，你对小弟哪这么遮生疏呢？哼，你一来到西楼国做国王，就把阮大家拢放互袂记，是啥物人咧对啥物人生疏啊？二哥，你甲大哥对小弟恩重如山，今生今世，小弟怎讲也袂记。18年来，我无倒转去，受难阮苦痛，请二哥你原谅。老师，起来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若安尼哦，我是当袂起的。我为要见你一个面，有影足无容易的，我实在是费尽苦心，你知无？小弟也心不由己，请得就二哥忍痛见怪。哎呀，是啥物人咧甲你怪嘛？你妈妈安尼开喙就伫咧请罪，但你即摆好歹嘛是一个一国之君，啊你安尼哦，定定对我安尼恭恭敬敬，安尼二哥是会七岁受的咧。二哥，大哥可好嘛？好啦，伊是袂歹啦。哎，啊你哪拢无问去三弟夫啊哈？18年来，大开宝川也已经再嫁，你甲我点去！我即马是真正有影咧受气啊！我是气啊，敢要死啊！二哥，敢讲伊？好，我并大哥甲你讲较济啦。这哦，你家己摕去看啦。不错，老师啊，但你即摆毋着袂阁怀疑宝川改嫁啊吼？小弟实在该死，不应该有这款的想法。唉，若讲你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吼，这是对啦。啊，若讲该死的是毋免甲安尼啦，因为我即摆发现你哦，都并无变心。天哥。18年来，我无一天袂记就宝川，原来会将伊袂记。啊，若安尼，你即马打算要安怎？我这时阵想要赶倒转来去中安嫁宝川。哈，要回中安哦？啊，你煞去啦！我一个来到西凉吼，我都有听人伫咧讲，你娶一个大正公主做某啦，而且你两个翁仔某阁真恩爱。哼，伊敢真是肯放你走？哼，还阁有一个太亲王哦。安怎？伊吼，迄个太亲王命令一个叫做马达的人，甲我掠去问话呢。哼，迄个毋正经哦，实在是有够戆啦。连我叫做啥物姓名，我嘛无甲伊讲。后来太亲王一个来吼，实在有够威严。迄两粒目睭阁真厉害哦，好亲像一声就去看到我的腹肚来。二哥，你甲伊讲啥物？啊，你放心啦，等二哥也毋是在戆啊啦。我啥物嘛袂甲伊讲，我只干互伊知影讲我是一个乞食而已啊尔嘛。所以伊阁赏我5两银，才叫人送我出去呢。太亲了。伊是掌握兵权，伊基地且，而且甲对大正公主情深手足，若毋是伊咧，我早就倒转去中原咯。哦，唉，老师啊，甲我即马会师吼也已经送到位啊啦，应该安怎办？你才家己拍算。我吼也好来走啊，遮我也免去住伤久啦。检查毋对啦，叫人发现到吼，总是对你不利的嘛。二哥，
你是住伫什么所在？我明仔载派人送物件去互你。咱去食人哦，也无固定的所在啊啦。永暗若是困在水沟仔边，明仔载就旧的银枝卡，等你是要去倒位找我咧？你也毋过，哎呀，我就有才调吼，分饭分来到这个西凉，啊，二哥当然就有才调，搁分转去到中安嘛。你对小弟大恩大德，用小弟日后报答。哎呀，你搁讲这要创啥啦？我只干那希望讲，你若量早早一日转来去中安来去见三地府啊吼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啦。老师，无我来去哦。